由恒基地產精心打造，全新住宅項目 Woodies 矚目登場。項目位處港島灣仔活道15號，連結灣仔、銅鑼灣與跑馬地三大核心區域，繁華與靜物兼備，成就城市核心罕有新地標。項目合共提供多款戶型，涵蓋1房至3房，主打2房間隔，佔供應逾60%半，貼合專業人士同金融從業者嘅實際需求。標準單位實用面積由約300至800平方尺不等，而特色戶型更設私人平台或者空中天台，空間感大幅提升，生活格局靈活多變。部分單位可遠眺跑馬地馬場同埋翠綠山巒，更加兼顧城市夜色同自然綠意，為生活注入更多層次嘅享受。住客會所及園林規模逾3600平方尺，設有健身室、瑜伽室同埋多功能空間，俾住戶喺城市心臟地帶亦都能夠擁抱寧靜同悠然。生活配套同樣完善，前臨灣仔核心商圈，又連銅鑼灣國際時尚、名店薈萃嘅時代廣場、梨園商圈、太古廣場、高端餐飲與休閒場所近在咫尺。基座更規劃逾4700平方尺零售空間，俾住戶日常購物便利無憂。步行大約5至8分鐘即可直達灣仔同埋會展港鐵站，周邊更加有多條巴士、小巴同埋電車路線，交通脈絡覆蓋港九新界，出行暢達無阻。教育方面，項目屬於備受追捧嘅12小學校網同埋灣仔中學名校網，包括聖若瑟、瑪利曼、聖保祿同埋皇仁等傳統名校，優質學習環境一應俱全。結合優越地段、完善配套與多元戶型， Woodies 既係理想嘅自住居所，亦係稀有嘅長線資產配置良機，俾你喺灣仔嘅核心地段同時擁抱繁華與安逸，開啟全新生活篇章。